一會兒再說。既然他們為了設計張儀，那匣中的毒針很可能就是針对張儀。对方必是知道张儀的過去，也知道他會對和氏璧耿耿於懷，所以將毒針藏在匣中暗算。我和王後半路相爭，和大王讓我們破解匣子的機關，大約都在他們的算計之外。只因他們有備而來，當毒針刺中我和元兒，大王徹查抓住中行期後，他們馬上又用了苦肉計，把髒水潑到張儀身上。张子無辜，卻是有口難辯。這個雍瑞是如何审案的？差點誤了寡人的大事。這也怪不得雍大人，那中行期一伙早就做了算計，又抱着必死之心，只怕換個人审，其結果都是一樣的。但那蛇毒來得奇怪，你和王后相爭和氏璧，你中毒以後，王后就趕緊吃了解毒藥。她是秦宮中唯一有解毒藥的人。大王，一事且歸一事，就事論事。就算王後有殺我之心，我也不能落井下石，指黑說黃，明知其冤，卻因為私人恩怨而私心竊喜。金山蛇、雲夢環蛇、雙頭蛇，乃是楚國3種最毒的蛇。楚國宮中藏有這3種蛇的蛇毒，而宮中秘制的解蛇毒藥回龍丹，也是針對這3種蛇毒而提煉的。所以王後的藥正巧能解此毒，但未必王后就是下毒之人。依你之见，誰该是下毒的人？臣妾後來又將那假和氏璧拿來細看，發現不但玉質絕美，而且做工精緻，都堪為傑作。和氏璧為傳世之寶，假和氏璧可以以假亂真。臣妾以為，那始作俑者一定是曾經持有過和氏璧之人。這麼說，此人應該是來自楚國。說起楚國，臣妾首先想到的是楚王。但楚王天性糊塗，並不是因毒設計之人。令尹朝陽，可能是他，但不僅僅是他。諸國兵馬聯手攻秦，楚國派朝陽當統帥，朝陽自然立功心切，但朝陽的性情一貫暴躁，並不功於心計。這種連環計環環相套，朝陽背後必有高人。那人記恨張儀，忌憚張儀之才，欲除之而後快，利用朝陽和和氏璧行此誣陷之計。寡人知道那個高人是誰了。大王的意思是？公孫衍。大王怎能如此肯定？公孫衍與張儀有深仇大恨，朝陽不過是誤會張儀盜了和氏璧，但公孫衍卻一直以為是因張儀的到來而失去寡人的倚重，最終棄秦投魏。公孫衍雖有才華，但心胸狹窄，計較善妒。他一心想要讓我為他離去而痛悔，所以他才會遊說諸國與秦國為敵，以此證明他公孫衍的能力。他設計假和氏璧的圈套，既是為了陷害張子，使得君臣相疑，同時也是暗喻寡人不知見识人才，不懂辨認珍寶。那既然如此，大王下一步打算怎麼辦？大敵當前，寡人本擬讓張儀去諸國遊說，分化列國，但眼下既然對手如此記恨懼怕張儀，那更應該反其道而行之，重用張儀，遊說分化諸侯，讓公孫衍的計謀不能得逞。士可殺不可辱。寡人雖然對中行期的口供並非深信不疑，但對張子也有所疑惑。寡人擔心他因此而負氣抗旨，不再為寡人效命。人以國事相待，我以國事報之。公孫衍太過熟悉大王，又太過了解張儀，才會設下這麼個局來。臣妾以為，
對張儀來講，請將不如激將。激將？公孫衍如此與秦國糾纏不放，皆因為好勝之心；而張儀無端受此誣陷，必會有報復之心。若能激起張儀的報復之心，那天底下有比留在秦國更能與公孫衍一決高下的地方嗎？好，說得好。可惜張子這陣子被寡人圈在家中，定是一肚子委屈不忿。派何人前去周旋轉還才好？大王，那你看臣妾如何？你在這秦宮裡，除了大王，比我更知曉張儀的人，恐怕沒有。可你的身子……大王，不妨派一輛好車，送芈月出宮。都撤了。是，撤。张相在家嗎？张子，姑姑，这屋子裡的味道太難聞了。什麼東西這麼刺鼻子？張子博聞強記，應當知道這是沉香，來自陽月之南邑。什麼花兒香啊草啊，跟我張儀都無緣。你們弄這些東西來做什麼？張子身為國相，肩負大秦重任，可這屋子裡卻有股萎靡不振、氣息奄奄的味道。我非銅膠鐵鑄，我乃肉體凡胎，當萎靡時則萎靡。至於氣味不好聞，沒人替我打掃。你以前那些個小童僕都去哪兒了？何況你身為國相，我聽說大王曾送你數名美姬服侍。張儀倒霉，沒人來陪啊！自從那日大王說要派人把守相府，回來我就讓他們全都走。